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中文科老師 Misela。上次同大家講過4數據，今次就嚟同大家講下乜嘢叫做基本行為句啦。喺中文入面，我哋有6種基本行為，分別係動、聽、看、說、想、感呢6種基本行為。而今日我哋就會同大家講講2種基本行為句，分別係聽句同埋看句。我哋先嚟睇下人看句。喺基本行為句入面，句子嘅元素要有時間、人或者物、地點，再加一種基本行為。而家我哋寫人看句，所以基本行為係看什麼。句子入面要有表示看見嘅字詞，例如係看見、欣賞、觀看等等。我哋嚟望下呢一題。佢俾咗海旁同埋煙火我哋，咁我哋先寫時間，可能係晚上。我和家人在海旁觀看煙火。我哋可以俾埋感受啊，真漂亮。咁我哋就完成咗一句人看句咯喎，係咪好簡單呢？我哋再嚟睇下人聽句，同樣地，句子入面要有時間、人或者物、地點，再加今次嘅基本行為係聽什麼。句子入面一樣要有表示聽見嘅字詞，例如係聽到、聽見等等。我哋又嚟睇下第2題咯喎，今次句子俾咗禮堂同埋合唱團，先寫時間。早上合唱團團員在禮堂唱歌。真動聽。咁我哋就完成咗一句人聽句啦。我都準備咗2題問題俾大家試下。知道答案嘅小朋友，記得喺留言區同我分享啦。如果想學埋其他基本行為句嘅話，就記得嚟 Inspiration 揾我上堂啦。